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我们运动时间了哦。今天一梅老师呢，带一个动强的动作。不过呢，乡亲朋友不要担心，莫想讲呀按难，跟唔免硬要做的，唔会。一梅老师会一节一节的，好一通一通的来教大家哈，做流动的拜日式，压个名啊，都流动的拜日式。我们的爱要流动，我们的幸福要流动，我们的温暖要流动，我们的生命要流动。好，讲国语讲、华语讲滚石不生胎，所以讲你的气流动了，你的呼吸流动了，你的身体、你的爱流动了，就不会有障碍，流动就不会有障碍。故说呀新的题目很多流动的拜日式，太阳哈普照大地，无有盈余，没有太阳某个日头哈，就没办法有一个能量，没有办法接受到温暖。故说呢，卡斯所有的动作你都忘记了，你只要每天早晚择时按补做流动的拜日式，会带给你温暖，带给你等同太阳般的那种能量。好，故说呀哈，一鸣老师呢，我一节一节的拜日式有12种动作，瑜伽呢所有的动作中一个猫式啊、狗式啊、蛇式，所以拜日式呢，老鸭所有的猫式、狗式、蛇式，所有的动作变成一个流动的拜日式。故说呀，一鸣老师呢，一通一通的哈，12个呀，根本先讲6个，哈，喊你都这样搞6个，然后加起来变12个动作，全身是做到，身体、头呐、肩头、脚全部都做到的哈。好，然后呢，一鸣老师按你向本大家看，好，体液同样哈脚。站在髋关节的宽度，好，先正面后，正面做后叶，将反方向不要的看侧面哈，好，起头来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吸气的时候，手合掌到胸前，合掌的意思，好，按你左右手合掌的意思呢，是一种对内在的前进，对内在的感恩，跟对外在的，跟至上最深层的祝福。跟前进的心，好，准备好，慢慢调息，肩头不用放松，胸不用放松。好，体液拜日式开始，体液吸气，手不用下来，手不用下来的同时呢，咩意思？放下你的烦恼，放下你的疲劳，放下你的执着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手向前，好，慢慢的向上，放下你的烦恼以后，慢慢的向上，无限的延伸。好，手背靠耳朵，身体伸出来。好，吐气here，前弯here，从两个熟悉呀。好，慢慢的脊椎伸直。好，膝盖弯曲，多呀。好，前弯呢，让我们的心更谦卑、更柔软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手不用多两脚趾头伸哈，不用伸出来。好，也是听你的动作。好，重复啊哈，吸气上来些，手靠耳朵伸出来，思维向后背，手向前。好，脚有力的往下站，吸气，脊椎伸直，手背靠耳朵上来。好，吐气，不用放松。好，转来。好，这很简单哦，也是也不用下来，向上，你前弯。重复做6度，也个动作哈，你单独做，你冇做流动的拜日式12种咩唔怕，也做起来哈，身体非常非常的舒服，不会脊椎来开的，个人的心哈去观想，好，知道讲向上，唱上天的祝福，向下，你的心变得更柔软、更谦卑，好，然后一鸣老师安尼向，好，手合掌，好，记得合掌后，心就保持平静、平稳、感恩。好，好，慢慢的吸气的时候，手不用下来，多呀，身体出来，好，向前面，好，慢慢的来上来，脊椎向上伸出，手背夹耳朵，身体来上来，好，前弯的时候，从腰尾骶骨也开始弯，脊椎伸出来，好，手背靠耳朵，多呀的时候，多起头弯，吐气。思维向后背来，手向前面，背拢伸出来。好，慢慢的前弯，让我们的心更谦卑、更柔软。
不用竖，不用弄也脚顺哈。好，吸气，竖顺出来。师傅向后，唔要变按呢，按你脚趾头会竖爽哦哈，我脚趾头会拄唔掉，向后背，师傅来开来。好，吸气，向当向，好向上，好吐气，不用强松。好，合掌转来。好，按你嘿，拜日式的1跟2啊哈，改到1，放下你的烦恼，放下你的嗔恨，放下你所有的负面的情绪，吸气往上，带着你的爱，带着你的祝福，向上无限的延伸，同时也接受上天的祝福。好，慢慢的吐气向前。带着上天的祝福，带着满满的爱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下融化，更谦卑，更柔软。吐气，让我们的手跟这个大地做一个连结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臀部向后，脊椎拉直。好，慢慢的上，往上提，向上。吐气，放松。大概动作都有点意义。好，吸气回来。同亲朋友，谈谈艺美老师享受瑜伽，享受太阳的加持，享受健康的身体。吸气，向前，向上，往上提。吐气，从你的尾椎骨开始弯。从你的属膝开始往前，背打直，臀部向后。好，慢慢的放松，手来到你的脚旁边。好，下一个吸气，手伸直贴耳朵，脚往下踩的力量，让身体上来，往上。吐气，不用放松，胸口开。好，过来啊，吸气，个转来。乡亲朋友要在动作和玉美老师最推荐的最后的动作，吸气，一定要练起来哦。重复做，往前，往上，吸气，身体拉直，吐气，膝盖微弯，臀部向后延伸，手指头向前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鼠标脚水通。好，过上来了，吸气，慢慢的上来，往上，吐气，不要放松，合掌转来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也系拜日式的天一个天一，好，张开始系安尼，你做5到6刀，身体就会开始流汗，go 接下去哈，都第3、第4个重复做。一个动作呢，会让人全身的关节、全身的能量，要开始呀脊椎的中脉，由左边屁股、右边屁股，好个中间由左脉、右脉个中脉，一个动作非常的好。好，过来呢，一下T 2，人家第3、第4哈，接着都压去，人家都压，手都压，顺出来去，右脚。踏出去，右脚踏出去，膝盖着地，吸气。好，也是第3，数字有力的往下扎根，脚尖踮好向后背。好，各位也左脚，不用到右脚的顺方，身体呈平台，也是第4。好，慢慢的过转来，好，右脚过转来。好，从头哈，也到顺方，也那个。行到也顺风来哈，个从头，按你身体移来移去呀，熟悉关节，身体全部是通到的哈。好，然后一美老师起到呀哈，同样哈，T 也上来，来上来，你不用放松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3，右脚踏出去，脚掌筋，脚尖踮好来，右膝着地。好，也系重点系，一只脚
脚掌筋，搁脚趾头，膝盖，搁脚踝，成一直线，做我们的安尼，安尼脚趾头会舒爽，多咧，好，好多呀以后呢，数，一脚安尼踢球呢，好，你脚都要后背，脚趾头，靠伊美老师的脚趾头，脚掌筋做唔得安尼歪，好，做唔得安尼撇，不用张来，也系第三，个背囊，唔好拱起来，吸气，背囊存出来，好，也不要将脚不用张来，好，5，左脚存出来，一脚安尼踢面的打开来，平时呢多样，好，也第6，也第4哈，第5，脚趾头存，不用下背，来到后背来，存南筋，参尾位用的存南筋，参脚位用的存南筋，吐气，不用强松，身体拉长来，好，第6，手肘着地，吸气，向前，都呀，也是第6。因为老师先个脚不用平来，因为老师什么都全部先做完了哈。第7，蛇式，身体安尼，也对野位动好，对脊椎动好，好不用下来。第8，也脚趾头，也脚尖垫好，也手夹好来，身体向后背送到脚掌筋，顺出来。第8。下狗式，你看到脚位啊，尾位存南筋遐呢。好，第9，右脚做南筋来 V 的，左脚不用下来，脚背放平，脊椎打直。好，第10，竖转来。好，11个天二系同样的，11上来，吸气。吐气，不用强松，合掌。好，也是1到12个动作练等做，因为老师做个1到练等呢，等下哈，各位喊1到，会分解，参加下第1动重复做，不然他了解哈。也因为老师做1到本大家看了哈。也当简单，做熟事来，做熟来呢，一日早晨按部做10分钟，带本规日的健康跟身体的强壮生活。1，身体来出来，2，不用强壮，右脚出去压稳左脚，3，右脚出去右脚转来，左脚出去左脚转来，4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好，乡亲朋友，一下太阳也看到玉美老师刚才就讲拜日式拜跟日头的生意在通做，当日那个运动都冇做，你当日做的早晨按部做10分钟的拜日头的也在通做，你吃到140一天冇问题。好，那保持愉快的心情，保持感恩的心，好，然后大家通做，大家中做，当清楚的，好，当不用强壮的，当感恩的去做，好，一美老师会同大家讲的，一刀剃刀迄脊椎，第2刀迄脚存到后背，第3刀转来，你看规身呢，参与个水的流动，参与个安尼能量的流动，好，慢慢的带，慢慢的带，假使讲你会唔记得，你录样起来。好，copy 起来，当然可能天使可能安尼呼起来个安尼疫苗老师的运动，当然做就会带本健康。好，很开心呢，疫苗老师会全部
讲个较较清楚，个分解动作，问题拜日头的安尼流动的拜日是怎样的做？好，记得咯，爱要流动，幸福要流动，健康要流动，滚石不生胎，安子噻。